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4，诗篇32篇60安尼讲：安尼虔诚的人，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，嘛一定袂淹着伊。三甲来祈祷，互大水袂淹着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创造主，是万有的根源，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你赏赐丰盛的恩典，互敬畏你的人，搁互阮伫圣神的引带下，来遵行你的旨意甲道路。主啊，你的疼是遐尼长阔关深，阮要用一生来回应甲感谢。主啊，阮的境遇中有济济艰难，阮的处境中有济济的苦痛。主啊，阮超找人的帮赞，总是阮最后拢是变成失望，转眼成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，就嘛袂淹着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